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西貢 Frankie 啊！西貢咧就係咁擁有咁漂亮嘅海景啦。呢度咧就係白沙灣嘅遊艇會海景，側邊咧就係白沙灣遊艇會啦。而對出咧就係呢個西貢海，海岸線咧非常之豐富優美嘅。而我之前咧分別咧就拍咗兩段咧，係關於喺西貢半山南山村嘅單棟屋啦。咁啊，兩個咧都係望到咁開揚嘅西貢海美景嘅。咁啊，一間咧就係位於單棟屋啦，2100尺嘅全棟村屋，擁有3000尺嘅官地花園。咁啊，最近成交咗咧係1490萬，呢個低價成交。而另一間同樣都係單棟屋啦，但係佢擁有4000尺嘅入契花園，仲有私家泳池，望到開揚嘅山景。呢間嚟講咧，由最初我拍片嘅2680萬，後來減到去2080萬，最後以1880萬成交，係咪非常之順呢？咁大家望翻去嗰啲相片啊、景觀，甚至可以追翻我條片嚟睇咧，可以見到西貢區咧，度度都係寶藏啊！所以記得聯絡我西貢 Frankie。另外，當然我除咗俾呢啲成交之外咧，梗係要介紹啲筍盤俾大家啦。咁我今次咧都係介紹有兩間嘅超筍盤俾大家。其實唔使7000蚊一尺嘅全棟村屋，有自己嘅花園，有自己嘅車位，環境優美，亦都交通方面咧，係唔係好順呢？一間咧位於喺西貢嘅蠔涌新村單號屋，全棟2100尺複式嘅積啦，就分開每一層700尺，另外有700尺天台花園，仲可以泊到3部車添啊！大家可以望一望啲相，係咪受埋新裝修？呢間咧我哋有埋鎖匙，可以隨時帶大家睇㗎。而另一間咧，位於一個優質嘅地段喺清水灣道嘅一間叫茅埔村雙號屋，同樣都係2100尺，環境優美。單位嚟講咧，亦都有車位，新裝修，屬於5房3套房嘅設計添。而家嘅叫價只係1430萬嘅啫，所以有興趣嘅朋友記得聯絡我西貢 Frankie。我哋喺區裏邊咧已經擁有咗超過35年嘅歷史㗎啦，3間嘅分行分別係我哋嘅西沙路近住高柏嘅分行啦，西貢市分行同埋我哋清水灣澳龍分行。資深嘅同事咧一定幫到大家揾到心頭所好嘅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！記得俾個 like 同 share 我頻道啊！啲仔女都大細啦，咁我都可以出返嚟做嘢啊！其實呢區我都好熟啊，我都應該得嘅。喺呢度做白紙呢都唔驚，會有人教你，仲唔使擔心自己一個人食 lunch 㗎。仲諗咩啊？我哋得，你都一定得。加入旗袍，展開2次人生。